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莲花阿姨，莲花阿姨，莲花阿姨，文玲，你哪伫遮？我去菜市仔买菜啊，你咧？你伫咧找厝哦？对啊，我看这附近有菜市仔有病院，而且阁有邮局，安尼我做网络拍卖足方便的。我就想讲，看敢有适合的厝会当租。哎呦，恁若是要租厝哦，爱去菜市仔迄边租厝的广告较济。行，我带你去看。文玲，唔免啦，你有代志先无用，我等下家己再去就好啊。我甲人约好要看厝，时间差不多，我先过去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阿姐。文玲啊，我甲你问者，我看到恁兜附近有一栋拄起好的大楼，迄栋大楼啥款有好无？阿姐，你要买厝哦？无啦，只是替朋友问一下。阿姐，迄栋大楼无写好啦，出入爱经过足侪行啊，足无方便呢。哦，安尼就无适合吧？真是足拄好诶，我拄则拄着明凤阿姨，伊嘛伫咧找厝呢。有影哦？对啊。我看伊伫阮兜附近看迄租厝的广告，伊敢若就介意阮遮的环境。文玲啊，你即马有闲无？敢会当来一撮？阿姐有代志想要拜托你。哦，好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明凤阿姨要找厝，而且我今仔日看到伊的时阵，感觉伊无啥想要甲我开讲，就紧就走啊。明凤会变成今日安尼，我有真大的责任。我有甲伊提议，讲要买厝互伊，也毋过伊坚持毋肯。阿姨的个性真是足好强的，我伫咧教伊煮菜时阵就看出来啊。文玲啊，阿姐有一个想法，你看啥款啊？我想要拜托你陪明凤去看厝，你看伊介意倒一间，才甲我讲。我将这间厝买落来。也毋过，阿姐，你头拄毋是讲你要买厝互阿姨，也毋过伊毋肯。所以这件代志袂当互伊知影。我要做一个幕后的厝头家，到时阵我找人出面，替我甲迄间厝熟悉啊租伊。我是想要用这个方式，互伊有安稳的所在当住，免搬来搬去，我袂当较放心嘛。原来是安尼，我知影。所以我就要拜托你陪去看厝。当然，要看的厝会当先经过，
亲像地点啦、厝的状况啊，拢爱较好咧。哦，上介重要的是这个厝主吼，必须愿意将伊的厝卖掉。这办法真是足好诶！卡叔阿姨唔知影这间厝是阿姐买的，伊就会愿意租啊。安尼这件代志，敢会当都拜托你。阿姐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会当甲你斗相共，我足欢喜的。多谢。免客气啦。喂，你好，是，我是 Cindy。哦，王先生哦，你会帮我揾看厝？好啊，无问题。安尼，咱就有约伫咧顶界隔壁的咖啡厅。好，我才带你甲王太太过去。等你见，拜拜。我唔互你走。哎呀，我的人客要看厝呢，我无像王美人遐尼好命，唔免上班有人晒伊的饲。借问一下，假使无去上班，大个月5万的贷款，谁替我还？哎呦，我就讲过啊，莫甲家己逼到遐尼暗啊，好好卖厝就好，去投资创啥？投资是有钱人在做的代志啊，哈！你是八啥呀？卖厝遐尼辛苦，才趁这淡薄仔钱尔。即马有才调的吼，拢已经家己投资咧趁钱啊。我就是惊你伤辛苦，我会唔甘啊。唔甘，安尼就甲你手头客户的资料摕出来看，看倒一个有一人会接收我的厝，我毋就轻松。有。以后我就拍拼趁钱，然后变做有钱人，然后才来接受你的厝。莫伫遐操蛋！当初讲要录我，讲要离婚，结果即马咧。哎呀，你嘛知影啊，离婚啊总是要有时间去准备啊。这句话我听100遍，哪里骗戆人用啦？颠倒是恁兜迄位，你讲啥物伊拢相信。对你迷死迷乱。文玲是无头壳啦，毋过伊后头厝无简单啊。那真是要甲伊离婚哦，真正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的。第101遍，我替你记落。等到一天你讲话算话，才讲。毋是啦 ，Cindy。我头拄仔伫阮兜附近踅一咧，有看到几间袂歹的。你有想要啥物款的结晶？差不多几瓶？好，若是有看到适合的，我才甲你讲，咱做伙去看。袂啦，一点拢袂麻烦。就安尼讲好啊，好，拜拜。你咧替谁找厝啊？明芳阿姨啊。伊毋是要甲阿姐离婚啊？为什么佫甲斗相共？哎呦，明芳阿姨一直对咱足好的啊，而且伊即马无所在通住，足可怜的。甲伊斗相共也无要紧啊。啊，你之前毋是有讲爱尽量甲明芳阿姨斗相共？正经是正经，即马伊甲张家无关系，你管伊困天桥还是困公园？你食饱无代志做？无啦，也是讲。虽然因两个要离婚啊，也毋过伊毋甘看伊无厝通住，惊买厝互伊，阁无爱接受，所以只好找我斗相共。我即摆计划是先找明芳阿姨去看厝，假使伊有介意的，就买落来，然后做互伊。我就是惊你伤辛苦，我会毋甘啊。毋甘，安尼就甲你手头客户的资料摕出来看。看倒一个有钱人会用接受我的厝，我毋就轻松。你那这真正是有情有义啊！你敢有看到介意啊？明芳阿姨想要租套房，也毋过附近的套房真是足少的。套房哪会当大啦？阿姨在做网络拍卖，迄货放伫厝内哦，连行路的所在拢无啊！既然是阿姐要买的。
预算当然是无问题啊，咱找较大间的较好的，阿姨带起来试试，而且嘛有面子啊，对无？你安尼讲嘛对呢。也毋过买厝哦，无亲像买菜遐凊彩。到时阵若是有纠纷，还是哄骗去，你要安怎甲阿姐交代？其实我嘛足烦恼的。冠华，你人面遐尼宽，敢有熟悉伫咧卖厝的，会当相信的，该介绍互阮？有我的客户敢若有咧卖厝的，有我看卖哦。好。这个Cindy，卖厝真侪年，找伊就对啊！啊，真是了，安尼足好诶。冠华，你敢袂用诶，赶紧替我甲伊约啊！你甲阿姐有需要，我当然爱斗相共。冠华，多谢。巴肚会枵无？我煮物件互你食好无？好啊。你等我一下。电话莫做对面的，敲较悬的。搁多搁差一丝啊，调整者。差不多。这是会面的头一届直播，咱一定爱做较完美的。尊清，听你安尼讲，我拢开始紧张啊。你免紧张啦，我看觅。你看你，我尔专业嘞。对吧？等下你就详细甲大家分享你的证件，我拢伫边仔支持你。多谢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准备开始。各位乡亲、各位介意会面支持会面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收看会面的直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是动保议题，我已经关心动保议题有足久的时间啦。我认为所有流浪的鸟、狗拢值得奉听，嘛值得有一个温暖的厝。因为加油哦！意外，安怎？今天了伤快？啊，就去个拄来詹俊清啊，即马带回民两个人，伫遐买啥物网络直播拜票啦。我早就甲因讲过，迄无效果哦，囡仔人咧看诶，硬要用。是俊清哦。对啊，我感觉回民啊对伊敢若真信任，毋管因讲啥，回民拢讲好。哼，甲我后壁安排行程，拢不甲乱吵吵啊。另外，你吼去处理大代志就好啊，这小可代志互少年人处理，俊清吼也袂歹。你互伊试看觅，发挥一下。议员，迄个詹俊清是啥物来历啊？你哪会轻松找入来啊？伊是詹撇行的后生。哦，詹立伟的后生哦，无怪哦。又毋过议员，市价甲詹价虽然是同一个党的，也毋过真侪票来源拢同款，表面上咱是队友。选举的时阵，咱同款是敌人啊！你就安尼互因入来，敢无问题？会面即摆基层实力也无够稳，这个时阵甲詹家扭入来，绝对是有好无歹。借这机会，互因两个来往，甲市价甲詹家合作伙，增加实力，安尼毋是更较好？我知影，我会全力配合。张友莲最近有来无？哦，我伫的时阵是无看过伊啦，其他的时间我就无啥清楚。唔管啦，只要伊有来，就马上通知我。你放心啦，你交代啊，我一定特别注意的。你看，会面姐也做有办的呢，对啊。而且看的人数一直起呢。迄也着讲，回民姊遐尼水，佫是政治世家出身，离开网络直播，网络红人来比？当然袂比的啊！你拄则袂记你讲上重要的身份，就是咱兴华未来头家娘。哇！万岁！
这个神仙异象啊，一直无看过呢。就缘投，而且伊个不了书文，就缘投。书文就缘投的，我甲你讲，伊这天都只有咱总监的2成，我的5成。阿明，你真是足够巴结，搁顺续学路家己。你看，即马大家拢伫问迄个神仙异象。这到底都有缘投啊？这是我认入去尔。总监来，拜托，请你来。新运动有选素材啊，你看一下。好。你敢互爸看？拄则摕去伊个办公室啊，人无伫，嘛毋知最近伫无影啥，真歹找着人。无安尼啦，我看完若是感觉无问题，暗时我早登去互伊看。嗯。恁女朋友伫咧直播，你无爱旁听一下哦？对吼，你无讲我拢袂记哩。大家来办公室就有一堆代志要无用，刷去，下班了后再看电报就好。啊，只个周边芳的代志已经解决啦，安尼恁呢？敢有啥物拍算？咱即马阁袂当结婚，结婚只是以后一阵啊。等选举若结束，到时阵咱想要结婚就结婚，毋免顾虑别人。我也无机会甲伊讨论这件代志，过几工才阁讲。嘛算公平啦。你互饲回饼等10几年，又互你等几工，嘛是应该。你今仔日咱毋是啉交换的咖啡？就咖啡尔，啉倒一斤敢有差？你搁在甲伊客气哦？有算数你紧看，若是有问题我随解互你。我规个部门拢伫咧等。好，我马上看。嘛拜托乡亲父老，互回民一个机会，互我会当为同园市服务，互我重视的议题拢会当执行。阿姨，这位是审计，买厝做厝哦，找伊就对啊，伊是专家，有啥物问题做你问。哦，叶太太你好，周小姐你好，头一个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多谢。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应该叶先生有特别甲我交代。所以我推荐这间厝给你。这差不多几平啊？叶太太，这间36平，2间房间，我带您参观。这边请。好，来。这边是灶卡用家厝，后壁有露台。头前2间是困房，房间拢真正，装潢阁新。头前是便所，这是电梯大楼，在黄金地段，附近啥物拢有，完全符合你的需要。真是袂歹呢，阿姨，你感觉呢？是袂歹啦，要毋过这间伤大间啊，我一个人住是无彩啊。袂啦，阿姨，人拢讲哦，厝爱较大间，住起来才舒适啊。要毋过，还是爱看你的预算啦。邱小姐，你看，这光线真好，坐北向南，冬暖夏凉。到时阵，才会用放一块梯椅，看珠、吹风，足舒适的。敢若袂歹呢，这光线这么好。这到时会当做热压平，阁有一间房间，你当摕来做仓库，你袂使的生意就会当继续做啊。是袂歹啦，要毋过厝税敢会足贵的。一个月12000块。真哪有可能？这间厝这么好，厝税哪有可能这么俗？要是讲这间厝有啥物问题？阿姨，这间厝哪有问题啦？是先伫介绍的呢。周小姐，我卖厝这么多年啊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厝主要万移民啊。你真正足好运呢，
这个厝主的手头有真侪厝，拢交互我处理。伊特别交代，一定要找一个会当爱惜厝的人，甲厝壁甲清清气气，爱有人气。啊，若厝碎，意思是会着会用啊。阿姨，这真是足好诶！冠华，你感觉咧？我感觉真好啊！你看这厝遮尔新，房间阁遮尔正，环境阁遮尔好，这种厝要去倒找啊？周小姐，遮尔好的厝，一定真侪人要租。我是看在叶西西的份上，优先介绍互你。遮尔好的厝，莫阁丢丢啊！就这间啦。好啊，安尼就这间啦。最好诶，周小姐，我带你去参观大楼的公共设备，这边请。多谢，麻烦你啊。冠华，你真赞呢！废话。阿姐，厝阮已经看好啊，明华阿姨足满意诶。有，这2天阮就会去签约，等合约签好，我就会请卖厝甲你联络，了解厝买落来。你放心，明华阿姨完全毋知影这件代志甲你有关系。哦，阿姐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冠华斗相共足济，卖厝的人是伊介绍的。好，我会替你甲伊讲的，应该。拜拜。阿姐，我多谢你。冠华，这个家仔有你介绍身体好阮，伊真是足专业的，足厉害的。拜托诶，伊卖厝遐济年，当然厉害啊！哪像像你啊，啥物拢袂晓。无啦，你嘛有厉害所在，就是煮菜真好食。煮物件来食，我足枵诶。等下搁来食鱼酸。哦对，拢遮尔晚，冠华，是嘞，害你陪阮无用半步，我先去煮饭。喂，宝贝啊，我甲阮丈人爸报告过，无问题啦，啊，放心。我足了解阮丈人爸的，伊为着查某人哦，偌济钱拢愿意开啦，所以介绍你着开啦，啊。我表现得相款。你表现得真好，形形妙面，拢一直学到你真有办。其实吼，我就紧张诶，加在第一个直播顺利过关，无母害气。对啦，你直播的时阵提资料互你的查甫囡仔是啥？我看网络评论，真侪人在讨论伊。伊叫张俊清，是新来竞选助理，嘛是阮爸安排的相亲对象。恁爸骹手真紧。你的烦恼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。也该有一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浓烟下。伊叫张俊清，是新来竞选助理，嘛是阮爸安排的相亲对象。恁爸骹手真紧。你的烦恼。我有啥物好烦恼的啊？讲外表实力，我从来唔惊甲别人比较。你放心，我甲伊吼互相拢无感觉，我敢若对你有感觉。我相信你。来，真无简单，咱有时间约会，经这个难得的浪漫时间。这边请。来，陈总，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呀啦，你莫回头哦，阮爸来啊。啊？那这个拄好哈，阮爸来遮就食饭。那小雨看到咱两个做伙，一定会起性的。有然，周明芳的代志拢还未结束，我无希望搁出问题。咱还是赶紧离开啦。
好啦，你先去外口等我付钱才去找你。你较细气哦，别互爸看到。你好，你好麻烦替我算小，甲菜包起来，少嘛是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高队菜包起来。小姐，等下先甲我的酒送入去，我来就好。好，张友莲，阿伯，你甲朋友来这食饭哦？哦，无啦，我来包几项菜转去食。先生，你的菜好啊？好，多谢。先生，这是你的信用卡甲账单。多谢。阿伯，安尼莫搅了哩，你慢慢用。吃一个饭都袂当拄着，早知影带恁去别位食啦。有人，阮爸敢有看到你？看到啊，我有甲伊拍招呼。哦，要毋过你放心，伊应该无看到你。奇怪，伊从来无食日本料理的呀，今日毋知安怎，嘛想拄好啊吧？可能是天公要嫌咱在餐厅食饭伤正经，无够浪漫。过去找一个所在野餐下款。好啊。来，你讲的敢是咱顶届做伙食的日本料理啊？我会记得，我直接过去带一个件哦。慧敏，啊？你妈阴暗爱咱陪伊甲两个条仔骹食饭。是嘞吼，我甲人约好啊，你甲阮爸讲一声，拜拜。喂，阿伯，我俊清。对，咱阴暗换食北京好无？食日本料理。你一喙，我一喙。你伫笑啥啊？你对餐厅选出去的时阵，就敢若高中生偷偷乱来，互爸母长着，我想着就感觉足好笑。我高中的时阵是即个学生，敢若知影读书准备考试，即马拢30几岁啊，想袂到还佫有迄种偷偷等来的感觉，唉，真刺激耶！会用伫这个草埔食饭，就敢若转去学生的时代。慧敏，假使你真是甲伊安尼，咱就定定来草埔约会。日时晒日头，暗时咱会看月娘。你想要食啥物？我来准备。来，多谢我的男朋友。我，也毋过，我转来初选通过了后，就爱正式开始选议员。可能就无遐尔侪时间会当放轻松啊。那安尼，阮爸要甲周明峰离婚的代志，你敢有甲恁爸讲？有啊，阮爸根本都无想要听。好啊，莫烦恼啊！毋是讲好等选举结束才讲婚事，你即马就莫烦恼遮个啦。你真是愿意支持我哦？当然啦，对即马开始到投票迄天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100%支持你。也毋过，毋过啥？也毋过，等选举结束，若是有人搁阻挡咱的婚事，我就拍甲伊伫边仔喘。安尼，佮加上我的脚，害伊平啊挡袂掉。阿哥，该他这边。是你啊！无代志吼。
慧敏，未来不管拄到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共心。我甲你拢爱做伙去承担。嗯。哎呀！来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欢迎光临。这久无看，我是来甲你说多谢，多谢啥？多谢你讲替我安大阿嬷，佮替我送幼儿回去，替我解决我的难题啊。你要多谢，应该是多谢我迄天坚持送你回去，才会有刷落来的代志。非得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坐啦。敢讲你真是只是想要来说多谢，无想要啉咖啡才走啊？啊！我拜托你，给我一杯真正的咖啡啦！这规工啉起来乌药水，真是足痛苦的。我阁想讲，你是去倒位啉到比我遮更较好啉的咖啡，会当冻遮尔久？3工前拄烘好的，这嘛是气味上好的时阵。啊，足芳的咖啡。我总算活过来啊！啥款？今日的咖啡跟有倒位无同款？有，伊的气味有过辣种，上特别是一种酒香。伫入口了后，咖啡的香味佫一直留伫嘴内，非常甘醇。真够讲，你敢要改道做咖啡评论家？切，这是新口味哦，叫啥名？以后我来都袂点一杯。我打算叫伊水爱，啉酒醉的醉，因为这是迄天看你啉酒醉得到的灵感。而且我阁无打算放连美牛，也毋过你若想要啉，我就特别煮互你啉。最近过了好无？阁袂歹，只是有一阵仔无看到你，有淡薄想你。好啊，莫讲这款话啊，我已经无感觉啊。你若阁继续讲，我要包起来怎走好啊？好好好，我莫讲，等下。这包是你的。我的？今仔日阿嬷有来，这是去中药行摕你较好的素补啊。伊讲你规工无闲工课，拢袂晓好好照顾家己，所以有淡薄袂顺。伊叫我一定要摕互你。哦，阿妈哪连这款代志拢交代你啦？
伊就定来啊，搁替我顾店，我甲伊斗相共是应该的。袂用诶，咱一定要做一个了断。卡叔继续互我请人误会咱两个做伙，伊就会继续来还你。我无想要互这个误会愈来愈深。安尼卡叔误会解开啊，你敢阁愿意来啉咖啡？卡叔无这个顾虑，我当然会来啊。上叫我啉罐是你做的咖啡啊。安尼，咱敢阁是朋友？既然咱以后也是朋友，你嘛愿意来啉咖啡？你要创啥？我都无意见。讲啦，你要我安怎配合？咱来演一出敢若真的真精彩大戏分看，什么戏？分手戏。妈呢？互人看到要安怎？哎哟，要互看到，斟一尔啦。你甲我忍耐一咧。好，我忍耐。等签约结束了后，咱就去秘密基地。你吼较有站杂的。我甲你讲，这间厝我经卖真久，还未卖出去，所以今仔日签约一定爱成功。签约若是无成功，我永远拢袂帮你算。哎哟，我上海永远甲你做伙久久长长。放心啦，阮着人爸上疼周面风，所以伊一定会买。今仔日签约，明仔载我就去找阮着人爸提支票，这个代志就解决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和你在一起。原来这拢是家神的安排。伊偷偷做这个代志，拢是为着我。喂，冠华，我临时有重要的代志，即马无要过去啊。你毋免等我，签约的代志，另口再讲。邱明峰讲啥物？伊讲你要搞？伊讲伊临时有代志，袂当来啊。哪会安呢？伊是毋是无爱做啊？哎哟，袂啦，我会登去甲伊讲，叫伊较早甲你签约啊。闭嘴梦啊！我今仔日专工来遮，就是为着讲这笔生意呢。讲无爱签约就无爱签约，会带水知影无？我这个月若是无业绩，拢是恁兜害的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好无？我知影你无介意伺候人，安尼我来伺候你啊！我会甲你伺候甲好势好势，甲老虎爷共款好无？安尼，咱去秘密基地行。行你头啦，无迄个心情啦！切！哎，那会雄雄找我，有啥物代志心？嘉诚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也毋过你莫阁找文玲来处理我做厝的代志啊。你已经知影，我是想要甲你斗相共。迄无重要，即摆上需要你的人，毋是我，是文玲。文玲安怎想？我头拄仔去迄间厝要签约的时阵，我看到叶冠华甲迄个卖厝的查某人，因两个伫后白来。
你是不是看唔到啊？敢毋是误会？若毋是我亲目睭看到、亲身听到，我嘛袂相信。而且因两个，因阁讲，讲什么啊？因讲插药了后，要去开房间。叶冠华竟然讲我毛文玲乌白来，讲起来我有责任，若毋是我要看出叶冠华，伊嘛袂有机会甲迄个查某人有来往，无的确就袂发生迄款代志啊。你无需要甲责任家己担落来，这袂当怪你。我要好好教示这个小囝，无伊就是文玲的后头厝拢无人啊！我即马靠伊。等下，嘉诚，嘉诚，你先莫遐尼匆忙啦。你应该先甲代志补清楚，咱才知影刷落来要安怎做较好啊。冠华拢甲反袂文玲啊，敢讲我爱放伊煞？你较冷静诶。我问你，你感觉文玲敢有爱冠华？安尼你想，文玲遐尼爱冠华，伊若是知影冠华伫外口有查某人的代志，一定足艰苦的。若是因为这件代志受袂开，安尼要安怎？你讲了对啦，文玲自较早就避暑，读书的时阵伫咧学校唔欺负，当然到厝里唔敢讲。即马若是互伊知影，冠华伫外口有查某，我真正唔敢想，伊会受到偌大的打击。反正伊这世人都安尼毁掉啊！伫咧恁兜，除了你以外，就敢若文玲对我上好，所以我就感激伊。虽然咱要分开啊，也毋过我也是愿意甲你做伙，甲伊的婚姻问题处理好。就算以后咱无搁来往，我嘛会较安心。明峰，多谢你。先莫说多谢，我只是伫想讲，咱应该先了解一下文玲到底在想啥。我今仔日约阿姨甲人签约，伊雄雄敲互我，讲伊袂当来。你敢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？真是了，伊无去哦。伊嘛无甲你讲。无啊，奇怪，毋是拢讲好啊？我嘛感觉奇怪啊，是毋是阿姨感觉迄个租金伤贵啊？若是安尼，我会用甲卖厝的讲，租金搁减一寡，请伊有闲紧甲合约签呢。敢会是阿姨无真介意迄间厝啊？伊若是无介意，咱嘛袂当勉强伊啊。伊若是无介意，嘛爱甲阮讲啊，对方咧等呢。这间厝真抢市，你也甲阿姨讲，莫到时阵无抢着，伊咧遐后悔。是哦，假使有人要买，叫先伫先买啦。费伫咱才另外替阿姨找厝就好啊。阿舅有讲，一切拢配合明芳阿姨。话袂用安尼讲啊，我甲辛迪哦，业务方面有来往，要做人情当然是做好伊啊。这间厝遮尔好，而且买了安心，阿姨住了欢喜，辛迪阁有趁着钱，咱阁做人情互人，安尼真好啊，对无？只是租厝尔，哪有遮复杂啦？哎哟，社会上妹妹角角足多，恁莫咧遐学袂伤大主大意，听恁人的就对啊。哦，你紧去打电话给阿姨，看伊当时有闲，紧甲合约签的。好啦。身为查某人，所有的人拢会当气嫌你，只有你家己袂当气嫌家己。你一定要对你家己搁较有信心，安尼别人才会好好对待你，知影无？文玲本来条件就袂歹，气质搁好，
是毋是比辛迪搁较水？我今日看到你甲辛迪去汽车旅馆，恁伫交往时，明芳阿姨，我即摆真是足艰苦啊！我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你甲文玲讲，叫伊免烦恼，莫想伤济。所来代志，我这阿姐替伊处理。阿姐，你哪会来？当然是因为你的代志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